師傅演師傅啊，當然係最適合不過啦。2號彭少梅，佢話如果要自己喺新年做雜誌封面拍得住狄波拉一家呢，佢話最好呢就係認狄波拉做契姐，咁就可以有機會一齊影㗎啦。3號唐杏園小姐，佢話佢要同阿姐汪明荃改個另外一個稱號呢，佢就會叫 Lisa 做一把遮喎，因為遮同雨遮個遮字係同音，而且雨遮可以擋風擋雨啊嘛。4號鍾淑慧。